好啊，我係 Iris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星海提案嘅單位，我哋一齊嚟參觀下。單位全屋全新家私，景致開揚，向東面向城門河一帶，可以飽覽沙田景色。飯廳備有餐台、地櫃、鞋櫃。睡房備有單人床、衣櫃。主人套房備有雙人床。景觀開揚，翠綠。主人房備有衣櫃。主人套廁。衣帽間。客房備有單人床、衣櫃。開揚景致。客廁備有淋浴間。廚房明火煮食。工人房、工人洗手間。